文化部去年扩大推动电子册注册服务，要鼓励民众看电子册。民众大概去注册，这创作者甲出版社拢会当得到收入。不过，台语文的电子册目前还真少。前月出版社的主编表示，因为要显示台语的罗马拼音佮有特殊字，这技术上无遐简单，所以要出台语文的电子册，都要开真侪困难。文化部自2023年推出扩大推动电子册建厝注册服务，要推广电子册嘛，邀请名人推荐册单给民众。亲像台湾文学作家朱友芬有推荐5本台湾小说，外水来册房的作者黄进兰嘛伫线顶推荐台语册单，包括大龙头写的台语原来是安尼，田顺聪的我就要来去，甲翻译小说、公版甲偏见等等，加共5本。每一项拢甲伊选过啦，我就无想要讲小说选一大堆，还是散文选一大堆。每一个类别拢选一项，互大家会当看到更较精彩的、更较丰富多元的台语的文学册安尼。黄进来表示，也有真侪优秀的台语文作品，因为无电子版无法度写入去推荐册单，有丰富台语出版经验的前为出版社主编丁清凤指出，台语电子册也无够普遍。事实上，除了台语文出版品本身就也无够侪以外，台语文作品要伫所谓平台电子版正确显示台语罗马拼音特殊字，也是一个技术上的困境。才有一个听起来的所在，就是变做一点，就是 I 的这个第8声就走进去啊。丁清凤表示，这有可能是美编在做字的时无用正确的 Unicode 编码，所以在电子产品要显示就会出问题。目前有一寡台湾的所谓平台有提供支援台语文的字体，互民众在看台语文的时就较舒适。一个盐水原水体啊，一般的读者你若是使用盐水，你会当正常看到这个台语字会当显示出来但是你若是换其他的字体可能台语的这个罗马字，伊有法度显示，但是看起来就会略啊怪怪所以我想讲，就是未来，尤其是咱字体，佮有咱电子系统内底，要安怎互咱的台语有法度正常显示，而且是显示甲真水。我想这是应该大家都真忙，嘛爱做阵拍拼的一个时间。丁清凤指出，若要爱互台语文正确显示，嘛需要字体厂商所谓阅读平台和电子版厂商各方面互相配合。而且目前在做台语字体厂商多数拢要靠民众募资，伊嘛呼吁政府认真要推广台语文数位化，应当有适当的补助和辅导，互台语作品的字体通有愈多元、愈利便的选择。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